大家好，我係 Kenneth， 歡迎嚟到新居屋專題。近呢幾年我哋做過唔少嘅新居屋單位，咁絕大多數嘅業主咧都覺得原裝嘅廚廁間隔係唔實用嘅，咁所以佢哋都會因應自己嘅要求去改動間隔。咁最常見嘅一個改動就係廚房拆走間隔牆，做開放式廚房，令空間感大啲。廁所就將入門口位置移去中間，入邊就做三段式格局，中間係座廁，而左右兩邊就分別係一辣嘅企缸同埋一辣嘅廁櫃鏡櫃。呢個就係最常見嘅方案。如果分別按企缸、座廁、洗手盆鏡櫃同埋整體空間嘅舒適度去比分，我會咁樣評分：企缸4星，座廁4星，洗手盆鏡櫃5星，整體空間3.5星。但係今年嘅3月開始，單啟德嘅啟欣苑就出現咗74宗撻訂，因為原來啟欣苑廚廁間隔係採用咗 MIC 組裝合成建築法，簡單啲嚟講就係入邊有鋼筋唔可以拆。咁所以後來揾我哋嘅新居屋業主都唔再探究自己單位係咪 MIC， 而直接決定廚廁唔改動間隔。而今日我就詳細同大家介紹下廚廁唔改動間隔嘅情況下應該點樣去規劃呢？咁廚房就比較簡單，唔需要做太多改動，間隔牆唔拆得，只需要將雪櫃放出嚟，雪櫃闊度只可以選擇2尺內，不過放心，都仍然有唔少嘅選擇。而入邊就大同小異，都係一組嘅 L 型廚櫃，或者轉埋彎做埋一組薄身嘅半腰廚櫃，收窄咗個廚房門。而去到廁所，按照原則，廁所嘅長闊係2米乘1470，實際尺寸仲會細啲添。點樣規劃企缸、座廁同埋洗手盆位置就顯得非常重要。今次我就分享3個方案俾大家。第一，將座廁同埋企缸對調，廁櫃貼近企缸，然後將廁所門改細，門後面做一辣嘅駁櫃。咁樣改動嘅好處係，企缸可以做到1米闊，廁櫃都可以有3尺闊，加埋門背後嘅駁櫃，收納空間不少於以往嘅3段式格局。就呢個方案評分呢，我會俾企缸4.5星，座廁4星，洗手盆鏡櫃5星，空間4.5星。咁第二，同以往嘅3段式格局有啲相似，中間係座廁，一邊係企缸，而另一邊就做2尺嘅廁櫃，鏡櫃可以延伸到座廁上面。咁呢個方案嘅缺點係廁櫃係比較細，咁但係優點就係剩低嘅走動空間就會闊落啲，空間感都會大啲。廁所門可以改細啲，但係好似方案1咁，門背後想做一組駁櫃就唔可行，因為廁櫃得2尺，駁櫃將人頂咗出嚟，洗手要斜住個身嚟洗，係超唔好用。另外，廁所門仲可以用呢個方法嚟改細。就呢個方案而評分，我俾企缸4星，座廁4.5星，洗手盆鏡櫃4星，空間5星。咁第三，原企缸同埋廁櫃位置對調。座廁位就唔改，一樣改細廁所門，門後邊一樣可以做到駁櫃。好處係企缸入邊冇枕頭位，企缸相對比較大，收納空間亦都適中。如果對比起以往嘅3段式格局，我會咁樣俾分：企缸係5星，座廁4.5星，洗手盆鏡櫃4.5星，整體空間4星。咁我個人比較推薦第3個方案。無論企缸、座廁同埋廁櫃空間都有鬆動，可以根據個人嘅要求去調整。例如窄長嘅企缸，對於我哋膊頭比較闊嘅人嚟講，沖涼轉一轉身，隻手都會揩到個浴屏，所以寧願長闊有80乘80 cm 或者以上比較適合。而第3個方案就可以做到呢個要求。其他2個方案比較長，但係比較窄。例如第1個方案，如果企缸嘅另一邊闊度都做夠80 cm， 咁座廁位就會窄啲，評分可能會得返3.5星甚至3星。以上就係廁所擺位嘅3個方案，大家都可以留言講下自己最中意邊個方案，或者有咩其他意見。中意呢條片嘅朋友歡迎點讚同埋訂閱，如果唔中意就拜拜。